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第三个发源呢，是以这个无垢的行为，以无垢之心而发源，心是行为也可以，以无垢之行为而发源啊，以无垢之行为而发源，就是第三个那个课盘不是有16个嘛，就是第三个，于诸会诸母尽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年华不住时，一如日月不住空。那么这个道理的话，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一切的这个烦恼，一切的这个业，还有这个魔的这个境界啊，还有这个实践的这些道当中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这个解脱，就像是因为魔业和还有这个烦恼，还有实践的各种障碍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这个修行呢，就像是莲花，就是虽然在这个泥当中，就是但是淤泥不染；太阳和月亮呢，就是虽然在这个虚空当中，但是呢，就是任何这个云雾啊，就是这个都无法这个遮障一样的，就是非常这个逍遥自在，就是自然运行，就是这样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如果有了这个世间的各种的这个烦恼，就是说这个烦恼就是贪心、嗔心，就是这个等等，就是各种这个烦恼。烦恼如果束缚的话，那就是人不会有这个自在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被贪心束缚的人呢，就是经常都是在贪心的这个控制当中呢，就是这个特别痛苦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以嗔恨心的这个控制下呢，就是也是积极的痛苦。一旦就是离开了贪嗔痴当就是烦恼的时候呢，也是积极的快乐。还有一些呢，就是前世的这个业或者说是继承当中的这个业里面有善业和恶业和还有不动业，就按照俱事论的。那么有远离了这个业，远离了烦恼，还有这个魔王不熏等各种这个诸扰，还有世间的就是一切的这些诸扰这些当中呢，都完全这个获得了这个解脱。就完全，因为我们已经动到了这个人我和法我的一些这个境界，然后呢，就是对众生呢，就是有这个极大的这种大悲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会远离了就是上面的世间的这个业火的这个束缚那么束缚以后的话呢，因为就是自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业和没有这个魔障的原因呢，就像是莲花，就是莲花呢，就是它在这个永远都是在水里面，但是从来都是没有沾染一样。菩萨呢，就是虽然住在这个轮回当中，但是轮回的这些各种这个贪嗔也好，就各种这个污染呢，就是从来都是对他的行为呢，就是没有沾上过就没有沾上过。而且呢，就是他对整个这个世界也好，就是轮回的话呢，就是看作一种这个幻化一样的。好像记得是弥勒菩萨也是这样讲过吧，就是观法如智幻，观身如愿，就是花园的愿，若成若不成，何苦皆无不。这个也是说过吧，就是因为就是就是这种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他知道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如梦如幻一样的，知道我们整个这个生死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种土生的话呢，像如于这个花园一样的，实践的这个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一切的这个烦恼和痛苦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恐惧的，特别逍遥自在的。以前禅宗的一些禅师，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大圆满的这个注释好多高僧大德的话呢，虽然就是表面上看的呢，他有这个神笔呢，他有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需要吃饭走路穿衣服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就是一模一样，但他的内心的话呢，完全就是脱离了这些所有的这些烦恼就所有的这个烦恼。因此有些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在按照就是大乘一些经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他就是在众生面前就实现不同的这个众生有些变成屠夫有些变成妓女有些变成呢就是特别这个下贱的人的身份来就是度化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因为他远离了就是这些这个业火的原因的话呢，就像是太阳和月亮呢，它在这个空中
它在空中，但是呢，它的这个光芒呢，就是无情当中成熟，就是世间的一切这个人和这个一切其他的这个万物啊，就是其他的这个万物。但太阳它自己呢，并没有就是每一个人他想帮助他，就给温暖呢，给光明呢，没有这么想。其实因为他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它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光芒呢，自然而然这个成熟无量无边的这个世间的事。同样的道理，菩萨呢，就是他的这种视野啊。自然的，因为远离了这个脱离了这样的业或烦恼的话呢，在这个世间当中是自然而然，就是弘化利生的事业呢是这个成功的，而自己呢就是根本不会染上就是各种这个烦恼和这个就世间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世间的痛苦，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发愿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现在呢，就是确实很多人呢，就是在表面上看呢，就是的确有烦恼、有痛苦就每次这个生病的时候也是特别这个苦恼，就是生气烦恼的时候也是很这个伤心的，面对各种这个生活的这个压力就哪怕是这短短的这个几年当中的这个发心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又不成功，又伤心，又这样那样，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能力很差的。然后呢，甚至这个吃饭的时候也是赶不上别人，就是也是一种烦恼。但是这些烦恼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众生当中就像是如梦如幻一样的，别人骂你，别人说你，赞叹你，就都无利无害的，就是确实我们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就是用这个一切万法由心造呢，没有修正的人来讲是确实很惭愧，就是就没办法，就是光口头上说万法唯心造，但是你真正头痛真正你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只是在口头上说而已，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个做到的。但如果有一些成就了，有一些修成了的话呢，在轮回当中的各种的一些这个成功和失败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漂亮就是或者说是丑恶或者说是这个就好和坏什么样的都是在他面前来讲这是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云雾，或者说就像我们电视里面的一些这个人的一些这个游戏一样的。就真正的这种这个得失的这种痛苦或者是快乐呢，就是没有。即使有的话呢，也是现象而已的。在这种人呢，在世间当中，弘化利生也是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不管是他谁也好，他做什么事情的是他没有自想的这个烦恼就是我的以前就是经常那个我一辈子当中可能也是确实是自己的这个缘分也好，心性也好，每次那个见到上师如意宝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感觉。哎呀，大菩萨是多快乐就是应该有时候上师这个边就是躺着就是一边就是这个就手里就是拉着一个念珠就是然后我们以前就辛辛苦苦的开始天天的是背这个论点，有时候去见法王的时候就很自在的就是这样休息着。但是真正要讲一些课就是或者这样的时候，全部会自然流露出来，就出乎意料，就是所以说我都觉得是当时上师如意宝去印度这个兰州佛学院的时候呢，我都很着急，就是我说要不要前面备个课不然这里那么多的歌戏，就是然后当时法王先生刚好那个眼睛看不见字，就没办法的，然后我把那个定觉宝动论的宋词录下来了。我看了一些定觉宝动论宋词呢，也是很不好解释，就是里面的刻盘也是很复杂的。然后我想，哎呦，等会儿下午就是2点钟的时候，跟那么多的这个法师，就是当时兰州市的是大概是有1000多个僧人，而且他们特别喜欢辩论，特别那个这就该这个挑毛病的。然后我就有点着急，就问那个上师吧，可不可以，要不要我先读一遍？就是你那个，我就翻开一个讲义，就是那个课本要不要立一下？就是提前要不要准备？然后上师说是现在你这个我们藏族有一种说话，就是叫做是就是怎么说？怎么说？那个马匹已经老了的话，那你没办法驯服，就是说是你现在就是在开始给我这样这个
就是教的话，那就是已经完了，就是没有用的，就是。但后来就是1堂课、2堂课，就是每次放完讲的时候呢，还是1、2个小时，就特别精彩。就是后来的话呢，也有点放心了，就是觉得啊，跟我们凡夫人有点不同的，确实在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我凭自己的一些智慧来想的话呢，根本是想象不了的。你们也知道，是学过定解包动论的话呢，其实这个提前就是一点都是没有预习的话呢，还是很困难的。就然后我也说，如果你不用看那个的话呢，要不要你先听一遍呢？我是完全是可能以凡夫人的一种，要不要如果不用的。那就是说反而也不用了，就是每一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把录音再放在这前面，然后呢编那个就是拉上耳机就开始讲，就是讲的话呢，就是那下面的人都是就是不得不特别这个服从啊。有时候是真正的这个大菩萨的话呢，就是很多事情是确实是非常逍遥自在，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肉有什么这个日月不住空，就是在空中就跟我们世间人的话，那什么都是阻碍，就是做什么事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也是这个，比如说吃饭也好，走路也好，对一个心理特别脆弱的人来讲呢，好像那个早上起不来，就是也是一个很烦恼，就是然后自己要做饭，就是也是很烦恼，就是然后背也背不了，也不想看书，也是很烦恼。那这个事情也不像那个事情，比如说每天都是这个烦恼是多的，而真正的这种开心和成功是很少的。但这个我们要发愿的话，那就是总有一天就是肯定会这个就一切都是就是这个常数，就我是这样想的。